来这件真离经，因为行车的纠纷，双方伫高速公路顶就拍起来了。这是发生伫旧北五股交流道前，有一台货车想要落高速公路，但是轿车无让伊，结果双方停车落车，一个见面就随拍起来，完全无咧插高速公路顶车来客气，危险甲毋好讲。这伫高速公路顶相拍，是卡着公共危险罪。两个人一时的冲撞，总行移送法办。货车驾驶一个落车，滚啊举咧就喊，这个真粗勇查甫人会讲几个下，伊将货车驾驶暗管啊甲定掉咧。看这个真因相拍地点是伫个高速公路。伫高速公路相拍，后面仲用手机啊翕落来，因为后壁毋若车有够济嘛，因为车道拍到路径。大家经去弄着，拢慢慢啊驶，地势讲塞车，啊到底是安怎？这两人火气会遮大？双方驾驶人疑似变换车道，互不相让，导致行车纠纷。原来当时这个货车要落交流道，这个轿车认为讲空间无够，从来无要让伊。这个货车就驶到后壁为这边切入去，将车架动落来，就发生冲突啦。是不满对方正车道吗？和警方警察车就是姓区的查甫人，因为驾车涉嫌强制罪上悬，会使罚2万4，并且吊牌3个月，两人互相故伤害，一时的冲撞拢爱付出代价。